也祝大家平安。真欢喜，今仔日会当来到咱教会这边，三教来主持敬拜俄勒上帝。咱即时来做一个祈祷。阮的天父阿爸爸上帝，欢迎欢喜，甲阮的心来入你的圣殿来敬拜俄勒你。今仔日是少年的主日，少年团契客友甲辅导，因真正足用心来准备这个过程。无论因担任的职分是领唱、司礼、弹琴的，也是交代甲报告，因拢已经准备好。求主你赐予因袂紧张，互因有快乐甲平安的心来带领这段的礼拜。求主你即时安静阮的心，开阮的心门，透过蔡牧师的讲道，互阮有满满的感动甲祝福。阮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大家平安，感谢上帝，互咱做伙组织伫遮敬拜上帝。耶稣是咱的仰望，咱的帮赞，伊为咱受苦，顶十字架，伊的十架是荣耀。咱来唱一首华语的诗歌，十架是荣耀。你曾医治无数的病人，却任凭自己的血流尽。你曾让人从死里复活，却放弃免于死亡阴间。你曾擦干人们的眼泪，却无人分担你的苦痛。你为使人与父神和好，定十架与父神隔绝。你甘心顺服，成就父神旨意，为罪人打开永生之门。神更将你升为至高，使你得着所有权柄和荆棘，是冠冕，是家是荣耀。苦难的背后有父神的美意，这样的奥秘谁知晓？我要歌颂你，坚定依靠你，求主帮助我顺服你的引导，使你名得着荣耀。你曾擦干人们的眼泪，却无人分担你的苦痛。你为使人与父神和好，定十架与父神隔绝。你甘心顺服，成就父神旨意，为罪人打开永生之门。神更将你升为至高，使
照所有权柄。啊，荆棘须冠冕，是家是荣耀。苦难的背后有福神的美意，这样的奥秘谁知晓？啊，我要歌颂你，坚定依靠你，求主帮助我顺服你的引导，使你名得着荣耀。求主帮助我，求主帮助我顺服你的引导，使你名得着荣耀。感谢主，你的疼伫阮的心中，互阮毋免搁着惊。感谢主引带阮的路，保护阮。阮要感谢你的疼。伫罗马书第8章39节讲，是悬是深，也是别个受造的物，拢袂话隔断咱伫上帝的疼，就是伫咱的主基督耶稣所有的疼。咱做伙来唱这首台语的诗歌《主你的疼》。心有伤痛花，又怎搁惊吓？做做困巴当答，我袂堪伫你的疼。主你听我做宝贝，毋捌放下我，予我永远踮你面前。免搁着惊，主你的疼，透放我的心，安慰我。无论是夜晚坎坷也开阔，绝无啥物会当疼煞。主你的疼，引带我的路，保护我。到永远坚持无变化，绝无啥物会当疼煞。主你的疼，我的心有伤痛花，又怎搁惊吓？做做困巴当答，我袂堪伫你的疼。主你听我做宝贝，毋捌放下我，予我永远踮你面前，毋免搁着惊。主你的疼，透放我的心，安慰我。无论是夜晚坎坷也开阔，绝无啥物会当疼煞。主你的疼，引带我的路，保护我，对答到永远，坚持无变化，绝无啥物会当疼煞。主你的疼，对答到永远，对答到永远，坚持无变化。绝无啥物会当疼煞，主你的疼。
心进入今仔日的礼拜。是我的石盘，救赎我的主啊！愿我喙所讲的，心所想的，伫你的面前得到接纳。圣诗，新圣诗第326首。新圣诗第326首。新和平上帝圣囝。新和平上帝圣囝，阮就近得你疼。拄起阮罪恶过犯，甲歹演结断。请起立因全首。新和平上帝圣囝。请坐。即马咱来读《尼西亚圣经》第9部的第7面。尼西亚圣经第9部的第7面，咱做伙来读。
反省独一全能的爸上帝，创造天地，一切有看见无看见万物的主。反省独一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伊伫一切世代以前，对平生的，对上帝出的上帝，对光出的光，对精神出的精神，是生的，毋是受造的，甲爸同质同体，万物对伊来创造。伊为着咱人，甲为着咱的拯救，对天降临，对圣神照14女玛利亚出世，成做人，伫本州彼拉多人来，为咱顶十字架受难埋葬。照圣经所记载，第3日国外就天，现在坐伫爸正面。伊要伫阳光再临来审判活人甲死人，伊的高步强无尽，反省手术活命的主圣神，对病甲囝出，甲爸囝同受敬拜，同受阳光，伊百摊神旨讲话，反省一个圣公堂使徒的教会。阮告别一个话底下做的洗礼，阮期望死人国我来世活命。阿免。启应，请大家掀开圣诗的后壁面，启应文第58篇。启应文第58篇，也是罗马书第8章。请大家做伙来启应。关系即个代志，咱要安怎讲？伊既然无惜家己的囝，互伊为着咱众人牺牲。啥人会当控告上帝的选民？若安尼，啥人会当互因定罪？伊已经死，搁上帝有互伊对死人中国活。啥人会切断上基督对咱的疼？是骗害，是妖恶。照圣经所记载，阮互人看做得要杀的羊。因为我确信，无论是死是活，是现今也是将来的，拢袂当切断上帝通过咱的主基督耶稣对咱的疼。圣诗164首，至圣的神，听阮祈祷。至圣的神，听阮祈祷。阮这做你圣殿，你来话使阮殿无害，请来抹伫眼前，请给你灵全手。你来。
的心听阮祈祷，阮世界做圣殿，你来赐安定无限，听来我的眼前。阿门。请坐。咱三个来祈祷。天父，阮感谢你，因为你的慈爱甲恩典，互阮会当成做你的子民。感谢你，相信基督耶稣为阮流血钉死咧十字架，赎阮的罪。因为主耶稣基督所受的刑罚，互阮得到自由。互阮得到医治，阮感谢你，也借着基督耶稣的国约，为阮指出一条活路，一条甲你和好的路。愿阮定定伫生活中行出你的教示，带领众人来到你的面前。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相思阮平安。咱即马来看圣经，记载伫罗马书第1章第1节到第4节。罗马书第1章第1节到第7节，伫个新约的第170页啊，若显着我会读。罗马人书第1章第1节，耶稣基督的奴仆保罗受调做使徒。分别伊来传上帝福音，就是上帝将前托伊遮的先知，伫圣经所应允的，论伊的囝，照肉体是对大别的福的生的，照圣德的神就对死人的过活，因权能显明伊是上帝的囝，就是咱的主耶稣基督。阮对伊受恩甲使徒的职。要为着伊的名，互人伫万邦中信来顺叹。中中也有恁遮个受调属耶稣基督的，配寄互囝仔住伫罗马，上帝所听受调做圣徒的，愿恁对咱的爸上帝甲主耶稣基督得到恩典平安。献诗，请少年团契来献诗，因要献的诗是。耶和华我群伤心的人。
讲道，即马请蔡丁辉牧师来讲道。伊要讲的题目是：你是一水。感谢平安。今嘛做好即个机会来到咱文山教会，嘛是因为今仔日是咱总会所定的文艺主日，来到遮甲咱做来敬拜上帝，即时咱做来祈祷。听人们主，阮感谢你，当阮来到你面前敬拜，阮知这是主你的听，你的恩典伫阮中间，你拣选阮，你接纳阮，互阮开喙敬拜你，互阮开阮的目睭，开阮的心。领受着主你对阮所讲的话，我一摆将今仔敬拜、仰望、交托伫主面前，献上祈祷是我靠主要说明来求，阿门。今仔讲即个主题来甲咱分享，拄仔嘛咧想即句话要怎讲？你是啥物人？也是像拄仔咱前两念的，你是一水。因为过去咱来讲你是一水，但即马足侪人听无即句话。所以对咱来讲，咱会安怎来看即三字？当咱咧讲到即三字的时阵，有个人会性地咧发起来讲：啊，你去问我啥物人？我想用即个题目，嘛是因为拄前2、3礼拜，咧甲我上细汉的祖囝咧生的时阵，伊2岁半，伊雄甲讲：你是谁？我嘛惊一跳，伊哪会讲即句话？所以对咱来讲，当有人咧问讲你是啥物人的时阵，你是啥？你安怎来回应？所以当咱读即段圣经在时阵，罗马书第1章第1节到第7节，你会看见着保罗伊咧讲我是啥物款的身份，我是啥物款的人。当即句话出来的时阵，有人讲对个囡仔讲啥物？讲我恁爸啦，对无？所以有这人反应会无啥共款。所以当咱看即段圣经在时阵，你讲的是啥物款的意思？你要互对方知你是啥物款的人吗？所以当一句话你看伫的时阵，你有啥物款的感受？当你看到顶悬遮即几字的时阵，你有啥物款的感受？有人看到讲道，第记来讲，啊，牧师咧讲啥？有人看到讲道即2字，会感受是啥？去看嘛，隔壁咧困啊无？对无？有人会感受咧听着讲道的时阵，讲我圣经就要记出来，准备牧师要安怎来传来了解着圣经。所以每一个人面对着共款的字，会有无共款的感觉，无共款的感受。咱即10档内底有流行一寡影片，真正有一寡中国来迄个宫廷剧，宫廷剧常常会有一项物件出现，就是圣旨出来。献开圣旨的时阵，就足侪人跪落来，跪拜伫迄中间，谁人会跪落来？当圣旨刻出来的时阵，就是咱亲像皇上伫即中间要讲话啊。伊要讲的话，你着爱跪落来，因为皇上伫个，皇帝伫遮，你着爱跪落来听。当咱咧翻开圣经的时阵，咱讲圣经安怎安怎。当咱看到天主教的时阵，伊会讲这是上帝的话，伊用华语圣言，上帝的话。所以对咱讲，这足特别的话是上帝的话，是神圣的话。所以对咱基督徒咱感觉啊无啥，有时咱开玩笑咧讲啊，困袂去要安怎？摕圣经来看，摕圣经来做枕头，找无枕头，摕圣经做枕头。啊，伊也在害的时阵呢？应该无人会敢摕圣经来皈依啊啦吼。所以这是咱的态度。你会感觉凊彩用的话，迄就是咱对上帝话的态度。当咱咧看的时阵，有足侪人摕册、摕圣经来皈依啊、跪骹，你会感觉这人对册、对上帝话，迄款的敬虔的心无到遐。就是咱咧讲，我咧学教育的人，伊咧讲囡仔的册包安怎刻，是爱歹的，还是父母替刻，还是有一段时间。囡仔的册包是安怎刻？还记得美书包有段时间应该是用拖的嘛，对无？用拖的时阵有足侪来批评讲，用拖的人是对册不敬，伊无迄种敬畏上帝的心，伊无迄种尊重册的心。即个人足侪人讲，即款的囡仔读册叫读无，这是无得靠人。啊，所以迄款的态度，咱看，迄款的态度是安怎？所以当咱看，咱面对着上帝的话，咱安怎来领受遮个？阮最近有一个新来的兄弟伫阮中间，阮有在背一寡物件，我摕互伊的时阵，其中有一个是诗篇23篇。我想咱足侪人拢诚熟，
我嘛咧甲伊讲23篇，这足侪基督徒做爱背。伊嘛咧甲讲，这我嘛读过，我嘛背过。伊讲因囡仔时代有伫教会，所以当咱咧讲诗篇23篇的时阵，咱会看见足侪人读着即段的时阵，会感觉足安慰的。当咱行过死命的山沟的时阵，咱嘛感觉上帝的话在安慰咱。当咱看见着主祷文的话咧，有足侪人受着患难的时阵，有足侪人暗时困袂去的时阵，有足侪人暗时做迷茫的时阵，伊心内底出来就是主的祈祷文，主来祈祷。有足侪人讲我毋知影祈祷的时阵，伊就用主的祈祷文来咧祈祷。当咱这个时代有时，咱做袂晓用的一个信仰个别，就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信仰个别，是安怎袂晓用？因为落长，佫背袂起来。总是迄个时代，60、70年前的时代，咱的这牧者，咱的神拜，因用出这个信仰个别的时阵，就是会当发出去，互众人知阮的信仰是啥物款的信仰。啥人要讲遮，嘛是因为今仔日是文字的主日，互咱看见咱咧用文字的时阵，伊有足大的功效伫中间。透过文字，互咱知影所写的是啥物款的意思，你的信仰是啥物款，你的心思意念透过话来帮助你来徛在。咱嘛咧看到，咱的公报社出版诚侪物件，包括着过去用公报，即马有更新，有足侪物件伫中间，互咱看见。透过文字会当互咱有感受，互咱有感觉，互咱心会无共款。是安怎？咱的圣经爱出版几啊种？咱有台语的，即马台语有新版的；咱有华语的和合本，嘛有现代中文译本。有做人看现代中文译本看袂落，感觉哇，看有啦，但吼，迄个意境袂出来。啊，做侪人看和本哦，意境要出来无出来，因看无。啊，所以看字迄个字的感受，互你会当了解着上帝要对你讲啥物。所以透过遮咱咧看，即个字对咱足重要的。当我要来遮的时阵，我嘛咧想，迄当阵派我来遮的时阵，我咧想咱边仔就是正大，正大文学足厉害的，正大商科的嘛足厉害的。啊，所以透过遮咱有足侪兄弟伫咱中间的时阵，读即款的物件，应该嘛足有感受，上帝咧对咱讲啥物。咱咧读的时阵，到迄款的想象力会出来，会看见迄款的景象，上帝要互咱看见着啥物无？之前有一本册《魔戒三部曲》，有可能咱少年人有看过。《魔戒三部曲》伊的作者，伊足坚持讲，我的物件你袂当拍做电影，因为我就是要恁去看，有迄个景象出来，迄个物件出来的时阵，你就了解到我要爱互你看啥物的。每一人所想的是无共款的，总是你电影拍出来，就固定落去啊。就像《哈利波特》共款，拍出来，就定型啊，就大概是安尼。所以咱看见着文字，伊是做开咱一款的物件，等咱写出来，会当互人有感受。所以咱即摆咧看足侪物件，过去拢用册、用报章杂志、用传单，即摆用网络媒体广告，有足侪咱感觉要用看的感受会到，咱着爱用影像，着爱拍影片用看。总是拍影片进前的物件是啥物？是文字。咱咧看做人咧拍电影。一定爱有啥物？爱有剧本，剧本啥物？是文字。所以当即个人作者伊写出来了后，要演的遐个人，应该讲导演伊会先看过，看了伊有伊的想象，演员有伊的想象，拍出来就出来像咱看见的。总是这一直转说，作者、导演、演员，甲咱看见的人，迄款感受拢完全无共款。所以这就是文字会带出来。做个时阵，咱会发现讲，迄人我无甲传互伊吗？总是迄人看一寡物件的时阵，比如讲看会更新，伊就足感觉足感动的，伊就想要信主。所以透过文字会当有足侪的帮助。所以今仔日咱看圣经在罗马书第1章第1节到第7节，毋知咱的兄弟读了后，你有啥物款的感受伫中间？爱看过就是无去啊！透过中间我看，当我即摆咧想的时阵，就用即个词理想，就用即个主题来咧讲的时阵，理想的时阵，你安怎来看即段圣经章？这就是无共款的角度伫中间。当你咧看理想的来时阵，你咧想保罗是啥物款的人？即个人伊有啥物款的身份？伊
伊有啥物款的背景，所以咱倒来来看，你安怎来介绍你家己？当你看到保罗咧介绍伊家己的时阵，你想看觅，你安怎来介绍你家己？当你安怎介绍你家己的时阵，嘛就是表示你安怎来隐瞒你家己。有出个人咧写即款的履历的时阵，伊会发现讲，伊无了解伊家己。讲你上厉害是啥物所在，有人写袂出来；你上含慢是啥物所在，写袂出来。之前看人咧写履历的时阵，伊写的啥物物件？第我伫学校内底，我有修过啥物课，我有去参加啥物社团，我有做过啥物社长啊，种的遮的，总是你会晓啥物？第想足久的，我会想我晓啥物？啊，要介绍你是啥物人，伊嘛想足久的，因为伊用伊所经历的遮物件写出来尔，总是伊真正伊家己是啥物人，伊讲袂出来。所以中间保罗其实有足侪人问你是啥物人？你敢真正是使徒？你并毋是对耶稣对三当迄个人啊！你敢真正是使徒？当有人咧甲你问讲，某闽人啊，你敢真正是长老？我伫某闽教会无看过你啊！我伫中和教会无看过你啊！你若是长老，你要安讲？我是文山教会的长老，我是文山教会中一人，所以你伫遐当然无看过我。有足侪人会甲你问足侪问题，你要怎回应？有足侪时阵，咱互问题的时阵，你着空伊啊，头讲伊啊，要怎回应？所以保罗足清楚的，因为伊真正面对耶稣，虽然伊毋是对三当的门徒，总是伊是真正经历了耶稣，甲伊面对面对伊讲话，互伊痴迷三日，互伊经历着看袂着，而且目睭阁光起来。互伊经历足侪，伊咧讲即款的见证，伊咧讲，所以对伊来讲，伊知伊要来介绍，所以透过遮嘛，咱来想，咱要来介绍咱家己，你敢有真正熟悉你家己？你所熟悉你家己，是你有啥物，也是你啥物款的身份？透过你有的，比如讲，咱咧讲百万身价，你会当有一台啥物款的车？伊有安尼吗？你有厝吗？伊有安尼吗？常常我嘛，咱开玩笑讲。咱咧讲，像我去读册的时阵，我喺台南读册，咱咧讲，你是某闽人的弟弟吼，因为阮哥哥嘛伫台南读册，所以过去人熟悉阮哥哥，所以阮哥哥嘛咧讲，过去大人咧问讲，你某闽人的哥哥吗？所以迄款的改变，过去可能你是款的附属品，你是啥物人的某闽人的啥物人，刷来你要了解你家己你是啥物人，所以保罗伊足表明的就是我真正的想为啥物。虽然恁无了解，总是怪咱透过遮来互恁知。另外一种，咱咧看，咱这食头路会摕一款物件叫面子。即摆面子可能名片可能会放伫手机内底，总是过去咱看迄款的名片顶悬写啥物。我嘛看过有人足简单的，就写一个名、一个电话安尼尔。有人嘛有可能写公司种的，有足侪有人放一个经理后壁。写非常侪迄款的抬头，迄款的头衔，这嘛就是咱家己想要互别人了解着你是啥物款的人。当然，咱嘛会当有一款的想法，当咱伫4月的时阵，过年的时阵去扫墓，我过去拢做爱看别人的门牌，门牌顶悬会写啥物？有人会写名尔，出世过身；有人会写伊囡仔；有人后壁会写主耶稣的圣徒，听上帝的人。也是个人爱吟的歌，嘛是有人会后壁会写诗篇23篇，全篇拢爱写起。所以中间咱嘛爱看，你要互你的事实，认捌你是啥物款的人。伫你的门牌顶悬，伫你过身遐阵的故人列历顶悬，你要安怎写？迄款的写法，甲你写履历、你写自传，做迄时阵是无共款。前旧年我有办有一个告别式，了后因的囡仔摕互我一本册，因爸爸的作品，因甲收集落来，讲这是因爸爸过去所写的物件。这嘛是一个足好的物件，当透过伊写的文章，认捌着即个人。所以这时阵，咱来想，咱到底要互别人安怎来实在咱？咱咧看保罗伊足侪摆，即人讲伊的身份。伊是啥物款的身份？伫伊所写的批信内底，伊有几啊摆在讲我是保罗，我是使徒，我是耶稣基督的奴仆。
而且伊爱互这人知影，伊是安那有这个罗卜，有这个使徒的身份，互这人知伊使徒是对耶稣遐来的，毋是凊凊彩彩家己封的。伊互这人知，伊就是耶稣的门徒，耶稣的使徒。伊爱互这人来安心，互基督徒知影，伊是来传福音的。因为过去听着保罗来紧密起来，因为伊是掠基督徒的人，总是这时阵伊是对耶稣的人，所以其实足侪人听着保罗的名，就紧密起来，就感觉这人搁要来甲你掠。等于徛伫正人面前讲，你毋免惊，我是保罗，我是耶稣的门徒的时阵，有足侪人在犹豫，有足侪人在怀疑，你想讲你讲的是真诶假？有足侪人看着伊，就毋敢入去迄个门。总是以你来讲，我就是使徒，而且有证人替我来做即款的见证。所以咱看见着保罗用伊的经历、伊的见证，来互证人明白，伊就是耶稣的使徒。上帝嘛透过伊的同工来证明保罗是基督所呼召的人。而咱嘛看，其实保罗嘛咱讲是一个初信者，一个开拓者，一个牧者。伊是一个初信的，所以有足侪见证会当分享。伊是一个开拓教会的人，所以伊去过真侪教会，伊建立着真侪教会。伫中间来牧养这兄弟姊妹，总是伊咪一直伫遐。伊伫遐一冬、两冬、三冬就离开。所以嘛，透过着批信，伊听着迄间教会问题，有这人咧甲伊讲啊，某某教会出问题啊，保罗哥林多教会出问题，加拉太教会出问题，有啥物款问题？甲讲，写伊到落尾，伊就写批去对遮个教会咧讲，讲恁安怎？伊就先甲因解释信仰是啥物款，刷来甲因解释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是安怎，恁着彼此相听，甚至着伫遐责备某民人。嘛，伊嘛咧讲啊，某民姊妹甲某民姊妹，恁两着好好，恁会当做较好的工。所以咱看见着伊嘛做爱写批，伊透过写批伫中间来牧养这个教会。咱嘛感谢上帝，真正上帝透过着这个人来帮助着侪侪教会。咱来看伊10个使徒，其实伊10个使徒足侪是袂晓写物件的，是对耶稣了后渐渐有即款的了解信仰的部分。所以当上帝呼召保罗来时阵，互伊咱透过着批信来牧养这个教会，透过着批信来起造这个教会，来帮助这个教会。虽然迄当时的人，因足侪人是看无批信的，总是有一寡人到伫因面前摕出来念互众人听。所以咱读圣经的时阵，发现讲做的时阵，伊讲你这批写某民教会，恁读了后，互另外一间教会读。所以这种是起造信仰一款的方式。所以当咱读圣经的时阵，毋是上帝无伫遮，是上帝透过这人因写落来，在帮助咱。所以咱读圣经的时阵，咱看见着做人讲啊，圣经吼。上帝无伫遮，所以留落上帝的话，甲咱伫咧。其实毋是安尼，上帝伊透过足侪方式，互咱了解圣经。总是迄当阵，足侪时阵，伊用无共款的方式，包括着用文字，用圣经留落来，互众人知上帝的话。是安怎伫马丁路德迄当阵，伊也甲圣经翻译成德文。到伫落尾，咱100-200年前，将圣经翻译成做中文，就是互咱会当读。当咱读了后，咱知上帝的话，咱随早地咱读上帝的话。咱嘛，咱看见咱过去的先辈，因读圣经是安怎？是到伫教会内底听教会的同工读圣经，读了后无事讲道，伊就中间记着一句、两句，安尼过一礼拜。到伫咱这时阵，咱读圣经的时阵，互上帝的话对咱来帮助，直接对咱来讲话。所以当咱看圣经的时阵，发现讲保罗伊嘛伫中间会来祝福迄当时的兄弟姊妹。伫第7节的时阵，咱看见着批寄互寄纳伫罗马上帝所听受召做圣徒的，愿恁对咱的父上帝甲主耶稣基督得到稳定平安。当咱来看的时阵，咱会感觉你有领受即款祝福吗？有的人是听过尔，有的人是真正领受。这是保罗对阮的祝福，这是蔡牧师对咱的祝福，这是上帝透过某民人来讲出来的话对咱的祝福。
这一款做无共款的，咱的目睭看见，甲咱的耳孔听见，迄款的感受会做无共款。所以透过遮，咱佫一摆来去看的时阵，发现讲保罗伊咧讲我是啥物人的时阵，其实伊咧讲伊的身份，最重要是伊背后迄个人。我是使徒，我是啥物人的使徒？我是耶稣基督的使徒，我是耶稣基督的罗卜。我有即款的身份，我有足侪身份，上重要是啥物？是我对耶稣，所以我有足侪即款的身份出来，好帮助阮做一项的代志。当我即马外面参加一个活动的时阵，我嘛足清楚，其实有人做爱讨面子的，啊无者吼，其实做袂爱分面子的，啊有时无办法要联络的时阵，总是即个过程内底嘛有一个足大感受。我会当有足侪的头衔，总是上重要是，我是摩门教会的牧者。因为即个牧者的身份，我才有即款的头衔出来。因为我会当去做一项代志，伫中会、伫社会做一寡事工、一寡外展的事工出来。啊，佫倒来咧，即个牧者的身份的头前是啥物？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是上帝所呼召的一个基督徒。我参与伫教会服侍。上帝予我伫即个位伫遮来讲道，毋是我比咱众人较厉害，是咱透过着上帝呼召，咱伫无共款的位来服侍上帝。所以我牧师嘛做爱一句话，有一寡同安咧分享讲，牧者是一个讲道者，讲道者是安怎？是伫信徒中间有一人徛出来分享上帝的话。所以最重要是，即个人嘛就是一个军队上帝的人。所以最重要的是，保罗伊的身份是啥物？伊军队耶稣的人，伊放弃过去的，放掉过去遮物件，伊来军队耶稣。伊伫过去，伊会当有做好的头路，因为伊对一个做好的先生。伫即摆来讲，伊有可能是正大毕业的一个博士，伊要去找头路，其实无困难，总是伊放落来。像过去有足侪到中国、到台湾来传福音的遮传道者。因为尊顶就甲伊的文凭、伊的学历等伫海内底，伊讲遮无重要，军队耶稣是上重要的。我毋免摕我博士来传福音，上主要是我所传的是毋是耶稣的福音。所以第二节到第四节才咧看见的，才咧讲伊咧传的啥物款的福音，是上帝伫进前，才咧讲第二节讲就是上帝对。上帝从前托伊遮的先知伫圣经所应允的，伫过去上帝托伊的先知来留落来遮物件，所以若讲到伊的囝是啥物？伫伊的肉体来讲，伫大笔的号的来信仰内底，伊圣德的神对世人过活的，所以中间伊所领受的即个囝，伊肉体。是一个人对人生出来的，总是伫信仰内底来看见，伊是一个上帝。所以当咱要传福音的时阵，咱要足清楚，咱所倚靠、咱所信的，即个三位一体的上帝是啥物款的上帝？咱所倚靠的耶稣，伊是大笔的好的，而且伊有对死过活。有一个牧者伊咧分享讲，伊咧甲人传的时阵，伊发现讲无啥物无共款，总是伊发现甲足侪宗教。足无共款的是，咱的耶稣对死过活，咱所信的耶稣会当对死过活，伊伫阴间有权柄，伊伫人的中间有权柄。所以透过遮，伊嘛咧讲着足侪物件，伊伫着遮稳定，伊通做足一项代志。所以透过遮的文字的时阵，咱会当有侪侪感受来临到伫咱中间。对咱来看，当咱读圣经的时阵，咱有啥物款的领受？对伫阮中的教会，阮拢咧推动灵修、读圣经、背金句，侪侪方式来帮助着兄弟姊妹来搁来了解着上帝的话。透过了解上帝的话，你会当帮助你每一日有快乐来做着一项代志，帮助咱每一日会当来调整咱的生命、咱的信仰。来活伫上帝面前，当咱面对侪侪挑战、侪侪款的引诱的时阵，你会安怎来选择？包括着咱有做者伫公司内底有人讲，伊做小的人，总是伊的头家要求伊做2本小。
咱安怎来选择？你的薪水阁袂歹，10几万，你安怎来选择？当你伫学校的时阵，种人拢咧作弊，你安怎来做？像我大学1年的时阵，我嘛印象足深的，我有2班做伙作弊，隔壁班伊较厉害，伊写了后，伊甲答案留落来，徛阮即班，阮即班嘛足厉害的，摕着了后，甲输入迄当阵无手机遐厉害的，迄当阵是翻译机会当红外线连线，所以4个角落都可以收得到。啊，你敢要摕迄个答案？当我咧考试的时阵，阮同学知影我足含慢的，所以甲答案写好啊，啊伊要出去的时阵，等伫我桌仔顶，到底要看无？足挣扎的。当我要考英文的时阵，阮同学甲迄当阵的讲义印做小抄，非常细，啊印做一大张，迄嘛无算小抄啦。啊，所以伊咧本的时阵，我嘛摕一张，总是要考试的时阵，你要看无？这拢是足大诱惑。啊，看着阮同学，逐个人80分、90分，啊，我考出来煞是有及格尔。安尼后一摆，你敢要对伊行？啊，当阮的普数班的校长咧讲，伊对细汉作弊到伫大学，啊，到伫普数班的时阵，搁咧作弊，安尼你要对无？所以这个时阵，你有迄款的诱惑，你敢要对？你敢普数班嘛咧作弊啊？我大学算啥物？是毋是安尼？所以当咱面对这个代志的时阵，咱有可能互救去。总是伫咱每一摆读圣经灵修的时阵，你会发现讲，上帝你来讲，某物人啊，你得安怎做？这样代志，你敢要受调整？有做的时阵，你会发现讲，你读圣经的时阵，你做想要甲圣经放伫边仔，甲某一句话跳过去，因为你会感觉足插着你的心的。感谢主，你通读字，你通读册，你看有遐个字，你想要跳过去。因为你有感受到遐个字有刺插着你，因为你安尼读过读无的时阵，安尼这本圣经只很过行过尔。所以当咱读圣经的时阵，帮助咱信仰无共款。当咱高举三位一体上帝的时阵，咱毋是举悬咱家己，咱知影咱因为有上帝，咱才有这个身份。因为有上帝，咱才有法度来敬拜伊；有上帝，咱才有法度来做最强代志。当咱确认咱家己的身份了后，爱知影你的身份是为着要见证上帝的快乐，要见证上帝的福音。咱嘛看见着保罗，因为拄着耶稣，伊的性命改变，会咱看见着伊的收入哪是变足少，伊的身份哪是降得足低。伊看见着伊过去的同事，伊着爱避爱闪。总是咱看见上帝，予伊的赏赐是搁较大的。若是过去可能足侪人伫甲骂，总是到伫落尾，咱即马看见保罗先生，咱每一个人拢咧学习伊，就亲像保罗讲的，恁来学习我，像我学习耶稣共款。咱嘛拢咧学习保罗，因为咱是跟对耶稣的人。所以透过今仔的分享，互咱来想，你安怎认捌你家己？你安怎介绍你家己？伫咱即世间，伫属天的生命内底，你安怎来认捌你家己？这一个生命的问题，一个信仰的问题。当然，伫世间的时阵，嘛会讲这是一个体壳的问题。你敢有认捌你家己？伫你所做内面，你安怎来认捌你家己？透过你所做代志，你安怎来介绍你家己？是在做些时阵，咱透过咱所做代志，咱更加了解咱家己。像咱是嘛常来讲，你要更加了解你的信仰，帮助你的信仰起造，你着爱参与伫服侍内底，伫服侍中间，咱当互咱的信仰来成长起来。嘛伫咱小组、咱团契聚会内底，咱咧分享的时阵，咱会当透过你所做，透过你所讲的，来认捌你，来了解到你即个人。当你拄着耶稣了后，你的性命嘛会改变。咱嘛期待咱嘛甲保罗共款，当咱拄着耶稣了后，咱的性命会真正改变。所以下来嘛一个问题咧问：你敢有拄着耶稣？当咱读圣经遐久，当咱敬拜上帝遐尼啊久，你敢有熟悉耶稣？咱的基督内底，你是啥物人？这是咱会当来思考的。透过保罗所写的批，
互咱来思考，我是啥物人？当咱生命改变了后，我是啥物人？相信咱的答案就无共款。咱做来祈祷，听咱的主，感谢你，你的引带，你的帮衬伫阮中间。愿主你的神引带阮，带领阮，互阮有气力来行这条路。虽然面对了侪侪挑战，世间有足侪项代志咧发生，总是阮愿意倚靠你。愿主你的神伫阮中间，互阮当有人咧问阮你是啥物人的时阵，互阮会当来回应，因为阮有基督的生命伫阮的中间。阮所介绍的，阮所讲的会无共款，而且阮讲出来的话，甲保罗共款，遐尔有气力。感谢主，阮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名来求，阿门。歹势，我该占用一寡时间，就是今仔是文艺主日，所以有一个影片，大概4分钟的影片，伫遐讲分享，互咱看见着咱文艺的事工遮的一寡的介绍，透过影片会分享甲比牧师咧讲的更较清楚，所以咱透过着即个另外一个影片来咧分享。真感谢主。台湾教会广播社伫10年前嘛开始来发行这个电子报，也就是 TCNN 台湾 Church News Network。因为咱知影文字是一款思想，是一个精神。哪来哪侪人使用这个网络的方式的时阵，台湾教会广播社嘛感受到这个透过着网络媒体传播的一个困难。这个网络的发展，互人会当更较容易去接触到真侪新材物。所以其实已经10周年，是过去广播社就是真认真伫这方面的经营，互新时代的人会当透过新媒体接触到福音真理。这是我感觉，广播社爱继续伫这方面运用这个工具，将福音骗传出去。所以咱文字事工嘛爱转型，就是讲除了阮有精彩的文字以外，嘛是爱配着好看的相片，也是现场的相片。教会广播社伫10年前开始即个推送即个台湾教会广播新闻网的即个网站，就是期待讲除了报纸实体的报纸以外，咱嘛会使透过即个电脑，甚至即马透过手机，会使随时会使看到咱教会的新闻。虽然即马是即个经营上是非常困难的一个时期，广播社爱继续坚持落去，从迄个伊的营运的面扩大，然后佮触角深入到各个不同的阶层内底。咱看到咱即马会使过遮好的生活，遮自由，有通有言论的自由，宗教的自由。其实，教会广播拢参与伫其中，足侪牧师嘛参与伫其中。咱会讲，咱为教会广播遮个历史，就使看见上帝甲台湾人同在的这历史啦。所以，教会广播的使命是继续延续这个记录，互咱这个台湾人的历史继续写落去。这就是台湾教会广播，要见证上帝甲台湾人同在的最重要的使命。是阮的记者足辛苦的，大部分的人拢是骑倒摆，为台中骑到南投为这个屏东骑到台南曝日啊、暗号啊，去到现场去采访其实是足感谢这个正教会兄弟姊妹拢足好款待阮这个记者。教会广播虽然一直拢毋是上有钱的，嘛毋是上侪人看的，但是阮的记录甲见证。一直拢存在，这个存在其实
伊的基础除了上帝甲咱伫地以外，佫爱有对即个文艺事工有负担的兄弟姊妹的奉献甲支持。感谢过去的日子中间，大家对即个广播社所推动的即文艺事工的支持，甲奉献，以及带导，互即个事工会当真顺利去推展。咱知影今日借着即文理传播的事工，会当赶紧将福音传出去，互也未明白耶稣基督的人，会当接受到即款的福音信息，是咱做伙会当来参与的一事工。讲传即个好事的福音的，因的脚步水到怎样？遮佫有一个简单的一个简报，咱嘛咱看起咱手头有遮个资料会当看，嘛为着咱总会即个文艺的事工来奉献，咱来透过即个简报，咱来小来看一下。所以咱看起着，这是1881年开始的一个事工，透过着遮咱嘛有听报过。有足侪事件在发生，所以透过即100档内底，咱看见咱足侪人参与伫即中间的服侍。所以公布相信咱足侪人有咧看。公布内底嘛有咱足侪教会界消息，嘛透过遮咱互相来学习。等来看着公布的时，毋知咱会先看对吼。我印象我昨晚咧想的时，我要分享，我嘛发现讲，我咧看公布，我会先看两个所在，一个是教会短坡，一个是后壁广告的所在。我想讲，我先来看后壁广告的所在，因为主要我较早做编导很遐时阵，会发现讲，有足侪迄款的惊喜伫中间，有一寡啥物政府的措施啊，一寡学校咧做啥物款的代志，有啥物款的补助，啥物款做侪迄款的亮光，我讲拢伫中间，所以我会先看即两个所在。毋知咱会先看对，有的人会先看文章、看社论，每一人看的点无啥共款，总会相信遮会咱看起着。当我咧看的时阵，我发现讲，咱即马教会的脉动是安怎？每一个大部分教会是啥物款的方式？比如讲一寡教会篇目的时，伊是安怎写？伊咧写有可能讲你来有啥物款的经历？一寡有发现讲，即马做教会哪来行写作法？早是即种物件写出来，一定互骂甲臭头去的。所以会看一寡改本。当咱看更新的时阵，会发现讲，内底有足侪人的见证故事伫中间。先讲有可能嘛有人咧用。所以出版遮个物件的时阵，会当帮助咱。当咱用遮个时阵，咱嘛咧看；当咱咧出公布的时阵，嘛咧看着足侪报社开始咧收起来。所以拄仔嘛咧讲着讲公布，其实伊的经营无足好经营，嘛足需要咱兄弟姊妹为着这来带导来奉献。遮嘛拄仔无讲着遮网络的物件，所以咱嘛当透过着现金，咱的邮政银行支票信用卡种种方式来为着即个事工来奉献。其实咱讲文艺拢是讲着广播社，伊广播社咧做一项代志，不只是出教会公布尔。所以咱透过遮来对即个事工来有帮助，互即个事工嘛当透过因所做来帮助咱伫信仰的起造，帮助咱伫传福音。其实有做者教会，像拄仔迄间教会，伊是用更新来带青少年的团契聚会。嘛有做者教会是用这来咧分互咱附近的遮个厝边来咧看更新，因为人做爱听故事，做爱看故事，当看了后会有迄款的感受。所以透过遮会当来分享出去。所以即句话咱嘛总知影，像咱拢咧讲，施比受更为有福。当咱奉献的时阵，咱会感谢上帝，因为互咱有开力，互咱有金钱，互咱有收入，会当来奉献。奉献互咱教会，奉献互做个机构，最重要上重要背后是一句奉献互上帝。无论咱奉献教会，奉献互机构，拢是奉献互上帝，互上帝的机构来做工。以上的报告。信息，请分开信息第325小，咱人家己上细软。第325小，咱人家己上细软。咱人家己上细软，对歌做
到巴省，看手水北加省，死是为假天面连。车记离音断小。咱家己上生命，水挂做吹到背山，看手吹把挂是命，是为地天命，天是吹吹半背山。车地一世来奉献。
请坐。我即马来报告，伫报告之前，咱大家读经句两遍。我对因受恩甲许多的字，每为着伊的名，互人伫万邦流的心来顺叹。罗马书第1章第5节，我对因受恩甲许多的字。每为着伊的名，互人伫万人着心来顺叹。罗马书第1章第5节，咱大家来看下周的圣工分担，伫主报告第3页。领袖苏昆罗丢罗，苏雷林着校技术，苏庆尤罗有姊妹。献诗圣歌队，苏宪徐家韵证人教技术，招待徐家韵技术，陈素娥姊妹，涂维仁兄弟，音控施浩轩兄弟，刘建传技术。乃主主会内容拜三基督会主理是曹明祥技术，苏会是施新宇技术。第8是上帝爱的确据，圣经是罗马书8章26到19节。八日礼拜主理是刘润平牧师。第8是幕后的迷信，圣经是以弗所书第1章第3节到14节。信息可以用书，请大家来看。咱即是掀开第6页，咱来看咱教会的消息报告。第一个是文理事工的奉献主日，今仔日是文理事工的奉献主日，咱欢迎中和教会蔡丁辉牧师来咱教会正德甲请安报告，请兄弟为着文理事工来关心大德甲奉献。这是代表教会向蔡牧师来说多谢。咱教会黄传道到新德中会大德教会来请安报告，请继续为黄传道出入平安来代祷。第2，少年主日，本主日礼拜是少年主日，今仔予3个人都是少年团契担任，感谢少年团契的予师，也请兄弟为遮个少年的信仰社稳来关心代祷。第3，财务账册检查。本主日第1礼拜后下10点30分，第1楼会议室举行。2020主办年度财务账册检查，请各团契财务人员出席参加。第4，少年团契圣活营，少年团契定伫期价24到26，连龙门一定举行圣活营，请为少年团契圣活营处理平安代祷。第5，招待婚宴。本会定伫8会到2主日礼拜后，下晡1点举行招待予师婚宴，欢迎兄弟参与。其他间通告甲告解消息，请大家来看。今仔日有新的朋友无？大家平安哦！今仔日有一个新来的朋友吼，伊是正大的学生，伊叫做林书明，我请他起立，要不要呀？对，他还是慕道友吼，就是请可能青少年团体的人会当去甲伊关心一下。好，谢谢，欢迎下次再来。即马来唱圣诗，白沙八十八首，
灵棍信息上帝，请山请蔡牧师主导，请会众起立引传手。愿主耶稣基督稳定，天父上帝听谈，现实的相通，甲众兄弟姊妹三弟弟，对这事提到主过来，阿门。请坐。